晚岁就过好冲过的嘛，讲等上就会被 Q 要唱卡拉 OK 或是。因为係我媽媽教嘅。媽媽咪過會唱歌我嘅。媽媽當考唱歌，佢都啲屋下會唱卡拉 OK。佢講佢發現我會唱歌係啲我5歲嘅時節。哦，係。用嚟發現，你就睇到卡拿麥鼓安嚟唱。就係我媽媽去偏數，我想講啲歌冇人唱，我請佢拿起來唱。哦，不用蹲誒，就很像在 KTV 歌放着沒人唱，你拿起來。我想講冇人唱，你跟我唱一下，我媽媽發現嘅。哇，係哦。係。那家可能一路屯家婆在計劃，人哋也意見吼，去比賽啊，去表演咧。但是嗰種時候嘅歌曲都睇啲係反而係有咩人歌曲。媽媽嗰種時漢地唱客家歌，我係咪唱日本歌曲？哦，咁人後來有比賽，有表演，有出唱片。媽媽同家婆係用嚟嘅感想啊。我媽媽一直以來都唔係一個會惡弄我嘅人，她是嚴厲式的教育。哦，因為佢會知道講好話聽人會讓你講。嗰時候我漢地啲佢嘅所有啲位都聽到佢講我當會講我當聽。懂少，咁以為講係用奶會進步嘛？係，佢永遠都係講唔好嘅味素。一直當我睇了過後啊，我是懂認真嘅人，我媽媽講，我講媽媽，你可不可以試着誇獎一下我？我講因為我唔識啲年紀大啲嘅談講我好，因為佢都係老朋友講，哦，你係我冇嘢，我冇嘢係唱客家歌等等，但是佢唔會喺我嘅面前講我好嘅味素。後來我是開始想要去徵求我媽媽對我的認同感的時候，我媽媽是會講：有啦，你今天表現得很好。哦，所以就呢啲方面可能怕電視高年長電到。哇，家家婆呢？家婆一出以來都會講很好，很好，真係。係啊，因為哇，冇想到是係一開始為到500幾元咧，結果已經竟然行到按一啊！係，吼，咁。就係唔講唔堅持就會唱客家歌誒，我想同因的美國有關很好，就係對他們的情感維持你，就是覺得我都係會堅持做一件事情。唱客家歌呢項事情，我一直以來都不覺得排斥這件事，因為我知道，始終係我出體一種真實嘅世界。第二度我自家下了一團飯，我講我係客家人，故所我唱客家歌，因為我嘅血脈第二度留定嘅出客家人嘅血。我問我講，你做乜嘅愛唱客家歌？我會講，因為我係客家人啊，假使我根本就冇唱，我嘅文化馬上來傳承，係要其他族群嘅人讓我傳承嘛？我知道冇可能，就係我屋下對於客家嘅認同感，還有我自家對於客家嘅認同感都係清澈嘅。因為客家本身就係我嘅母語。你唔好去妄想講，譬如會為你去傳承你自家嘅母語，表明自己母語唔去學，冇可能。故所我先老做好嘅就係個，我自家嘅母語係顧好。故所我會講開量係因為我下係開量大，試驗係我啲學教學嘅，爸爸媽媽嘅試驗都講唔好，佢哋係開量大嘅人。故所我試驗會講，開量會講，對我來講就係我對客家嘅雙倍認同。